为他们在那边的这个传福音做一个参与跟奉献。等一下他分享完了，我们也期待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人来回应、来参与，让这个在很远的地方的宣教也能够因为我们互相人的参与，还有更美好的果实。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恒清弟兄来。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谢谢那个刘院长刚提醒我哈，第一次上来的时候会内向害羞，然后脸会红哈。那今天会上来，其实我会觉得我有点意想不到了，因为7年多以前，我下一个决心，我绝对不再做任何的见证，因为7年多以前，我的人生变成空白。我唯一想做的就是逃离台湾。我用很多方法，我就是只要不要待在台湾就好了。但是当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也不晓得要干什么。这时候我自己的小舅子，他是在台北的宣教牧师，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到底要不要去台北？”哈，我那时候心里面想，台北是什么地方？大概是有战争吧，有毒品嘛，很落后的地方，去到那里会不会死掉？到后来又想，反正，我大概那时候也是在等死吧，所以我就去了。那一天早上5点多，到台北的青来机场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哈。那这是一个很小的机场。那我在想，好吧，来都来了，接下来明天会碰到什么事呢？其实明天究竟会碰到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在台北，我在那里待了，第一次我待了大概2个多礼拜吧，快20天。我看到台北其实是一个很美的地方，然后是一个很悠闲的地方，然后有世界各国的人都会到那边去做一个 long stay 嘛，好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当地的风景哈。这个是我吃早餐的地方，应该是还不错吧，然后这个是我喝下午茶的地方，然后还有一间在山里面的餐厅，这个可以吃中餐，也可以吃晚餐。然后从这个餐厅看出去，大家有没有发觉是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跟我当初的想象其实不太一样，我还蛮高兴的。本来以为到那边死定了，这下大家就没死了。那因为我小舅子他是宣教牧师嘛，那我就想说，好啊，那就跟他去一下当地的教会。那我特别选3个地方，好，这就是大概这几年从年纪最小的，也是一个比较贫困的教会。那在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地就是一般的泥巴地嘛，然后讲台就是竹子搭的。那这群大概国中生还是国小5、小6的学生哈，他们在那里唱诗歌就很高兴啊。那当聚会结束之后，他们很高兴的跑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说：“老师，我900块快存够了。”我说：“你存900块要干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暑假我们要去宣教啊。”我心里面很压抑啊，因为这群孩子你们看是没什么，但其实他们都是这一所教会他所领养的孤儿，他们1个月只有100块钱的零用钱，但他要存9个月他才能够去宣教，因为存不到900块就没有钱去宣教了。我们觉得台北很落后。但其实在泰国的东北部是更落后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是要去那边宣教的。好，然后这群学生大概是以台湾来讲大概是高中生，但他的年龄大概10几岁到30岁。那他全部都是收容那个从缅甸过来的一些小孩，他这是一个在台北当地一个很大的
那个福音的中心哈。那他主要是收容这些孩子。那在跟他们上课的时候，全班大概只有2个是中文讲得很好，其他都是讲缅文，但是缅文我也听不懂啊。那所以我的上课的过程当中，我是有翻译的，好，那会特别去举这个女孩子哈，因为这个女孩子她的笑容很灿烂，很自然，而且很漂亮，秀秀气气的。那我就问她说：“那你的家人呢？”她笑笑跟我讲：“爸爸死了，妈妈死了，哥哥弟弟死了，叔叔阿姨死了。”其实我刚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干嘛问他的家里面的状况？因为会来到这里的孤儿，其实他们有他们的故事了，所以我自己很不好意思。我发觉他们不会啊，他很开朗啊，我会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我说，那你怎么去信这个基督教的？他说，因为有宣教士到我们那里啊，他到我们的村庄去啊。然后我就信了啊。我说宣教士呢？他也死了。我说怎么死的？他都病毒死了。原来都生病死了。那我说，那你怎么来的？很简单啊。我跟我妹妹病得快死的时候，被人家救到这边来，所以我们就活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受教育啊。那我说，那你怎么还那么快乐？他说，因为我跟妹妹还有上帝啊。这种很单纯的信仰哈，其实在我那时候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单纯的信仰，因为他还有上帝。那这个是这一群学生是在神学院我上课的那一班哈。这班大概是大学3、4年级的班了。那在能够到这个神学院来上课，其实他们必须要经历过前面那个很小的，后来慢慢的、一直的，才有办法到神学院来上。这中间大概会隔个大概10几年的时间。好，那在这群学生里面，我记得这一班。这2个学生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他们年纪差很多。左边那个黑黑的，他年纪大概20到25岁；右边那个穿格子衬衫的，是一个大概50多岁的男子。那他们2个一见面的时候抱得很紧，抱得非常非常的紧，然后甚至边抱边哭。我心里面在想，这2个人是什么关系？那时候在上课也不好意思问啊。那下课的时候问了才知道，原来左边这个年轻人，他是在我们现在看右边那个缅甸北部的一个孤儿院里面长大的小孩。那他已经送到神学院来读书，已经第7年了。好，那右边这个穿方格子衬衫的这位弟兄，他就是那个孤儿中心的校长。那他已经这10几年来，他送了无数的孩子到神学院来念书，但是他自己的经费是不够的，所以就在那一年，他终于有人捐了一笔钱，所以他才可以来神学院来上课，所以他们2个见面才会这样紧紧的相拥在一起。好，在讲为台北奉献的4个机构哈，为什么我会特别去强调每个月都极度缺乏中哈？这个要跟上个礼拜荣谦长老在吃饭的时候他问我那件事情一样。因为有一次我到这种小组去分享，然后我跟他们讲，明天的饭吃完了就没有了，没有钱，没有饭，什么都没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努力的祷告。
结果明天钱没有进来，然后大家继续努力的祷告了3天，3天之后钱还是没有进来，然后再努力祷告个3个月，3个月之后钱还是没有进来。其实真正的实际的状况是，祷告了20-30年，钱还是没有进来。这个就是下面这4个机构，但都没有进来，大家会不会想怎么活的呢？好，我们来看他们怎么活的。第一个是蒙恩之家哈，蒙恩之家是一个熊牧师创立的，他一开始是在缅甸，专门只有收养乞丐小孩，就在路边那些新起的小孩，那能够被他收进来，一定是快要死的，还是被抛弃的，还是那个真的是不行的，他才收得到。因为当地的乞丐都是有受集团控制的，那他能够收到的一定是这样的一群小孩子。那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收乞丐小孩？有很多失亲的，有很多其他的状况，你为什么只收乞丐小孩？”他说：“很简单啊，因为乞丐小孩没人要收啊，又脏又臭又病，谁要收这种孩子？”但他看到这一块，所以他就去做了。然后当他做了10几年之后，他发觉到这些孩子长大了，但是在缅甸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缅甸当地的政治还有经济状况并不好，所以就业状况也不好，所以他就想，好，那为了这群孩子，我就到泰国来设立一个蒙恩之家。就他就想尽各种办法，好，他就到泰国设立了蒙恩之家。然后在泰国设立了蒙恩之家，他不可能把缅甸的就放掉了嘛，所以他在泰国的时候，继续养了这群孩子，然后把这群孩子又养大了啊，有的送到台湾来，那有的是在泰国当地的大学。好，那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目前在泰国的状况。右边那个红色的建筑，它照得不是很清楚哈，那个是女生宿舍。那左边那个建筑是他们的男生宿舍。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缅甸当地的孩子，他们现在穿这个是学校的制服，其实这个是他们最骄傲而且也是最好的一套衣服，因为一个乞丐小孩能够念书，而且有这么干干净净的服装，这个都是想不到的事情。然后缅甸因为它当地的生活情况比较落后，所以这个是他们用餐的状况哈。那这个是在泰北的蒙恩中心的小孩，那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相对的状况就好很多。然后这里是他们的餐厅，还有他们休闲的地方。我相信这些孩子他们从来都没有办法去想到说，有一天他可以坐在桌子上面，可以读书，可以在那里跟朋友聊天，而不是在地上爬来爬去、滚来滚去。这个真的都是料想不到的。或许我们会觉得啊，怎么没有冷气呀？怎么没有其他的书籍啊什么的？其实这个在他们来讲就已经算是天堂了。好，那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是主爱之家。这个刘牧师他是在山区的一个教会的牧师。那在泰北的山区，常常有很多吸毒的，有很多极度贫穷的，那也有很多缅甸战争下面的难民会跑到泰北的山区。那他是山区的牧师，然后他看到每个来小孩子死了，家人死了，什么死了，所以他实在是受不了，然后他就熬不过，他就收养了3个小孩，就从这里开始。但他在台北的山区的家没有多大啊，那他的收入也不高啊，他就收养了3个孩子。然后大家知道之后，又陆续又送来，他又推不掉，又收养了7个孩子，他们家都爆满了，他自己有2个孩子，然后夫妻2个，这样合起来11个。但那时候都是在 COVID-19 之前哈，但他已经很辛苦在收养这些孩子。那陆陆续续国外的一些
宣教机构也是有捐给他们一些钱。那他总是觉得，这样下去也不行。一直到 COVID-19 爆发的时候，所有的经济资源全部没了，他只好忍痛把这7个孩子又送回去。然后送回去之后，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跟教会的会友说：“我们来盖一栋建筑物吧，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栋。我们来计划来如何来帮助这些小孩，但就以我们自己的能力，所以他们就开始盖了，然后把它盖好了。那这栋建筑物是我上一年去的时候看到的，那时候刚盖好不久。那他们预计要收14个小孩，就是7个男生，7个女生。结果呢，来了这么多个，这里总共24个。那我要上山的那一天，他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23个了。结果隔一个晚上我去的时候已经24个了。好啊，相片里面就有看到，就是这24个孩子，他们都是刚刚到那个主爱之家的孩子。那在上一年12月的时候，刘牧师又跟我讲，现在已经28个了。我今天想14个的小孩的房间，现在已经撑到28个，那大概是爆满了哈。好，那第3个是巴山教会，我看到了什么？我们当然很难想象，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儿童贩卖、买卖的这个情况。在泰国的东北部，甚至在泰国的北部的山区，这个太常见了。生女儿就是为了要卖掉，好啊，所以为什么泰国它的色情行业，那么蓬勃发展是有原因的。那这群女孩子除了她们必须要面临到被买卖，还有也很有可能是被婚嫁，也很有可能是家里面吸毒的状况，其实有很多的状况。那巴山教会它是专门在收养女生的一个教会。那这个陈传道跟他的师母这10几年来，他们为了要去喂养这群孩子，他们必须要开安亲班，他们必须要开计程车，他们必须要做导游，他们必须要做翻译，他才养得起这群孩子。然后这群孩子来来去去的，但是他们尽他们的能力，他们能够养多少，他们就养多少。但是他们真的不能养的时候，也没办法。好，这是最近他们终于搬到这个地方，是一个状况比较好的地方哈。然后大家看看，这个就在他们走廊的一个通道，他们为了多收养一个孩子，他们不可能再隔出房间了，搭个蚊帐，搭个床，又一个女孩子的房间了。好，那这张相片是上个礼拜陈传道发过来。好，我们有看到有些女孩子是有笑容的，那有些是比较害羞去见人的，因为实际状况要等这次过去才知道哈。然后来到这里的孩子，不管年纪大还是小，他都是开始去让他们去做一些社区劳动，因为他们的生活需要重建，他们的观念是需要重建的。然后大家看到右边这群女孩子，还有左边这个家庭，就2包大米，还有一些零食而已，他们很高兴。我现在在台湾，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想到，就1包米有什么好高兴的？但在他们来讲，这个就支持他们活下去，支持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力量的来源。那讲了前面3个，大家就会看到这个伯特利圣道神学，包吃包住付不起学费，会不会很正常？很正常啊，因为在那里就是这样啊，从小到大，本来就是包吃包住啊。然后当他们愿意说，愿意来，读神学院，为做神的工人的时候，
就需要来到这里。就像前面那三个机构的传道人，他们为什么会去做这些几乎是很笨的事情吧？他们为什么愿意做？他们都是这一所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有的是大概第1届，有的大概是第6届、第7届的，他们就是这里出来的，所以他们愿意去做这一些没有人愿意做，而且根本就是自讨苦吃的一些工作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所是什么样的神学院，很漂亮的地方，这是他们的门牌。然后在山脚下的一所神学院，很安静，很舒服。你去到那里，你会觉得与世无争。那这次的那个访宣队也是要去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在这个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对兄弟，就这一对。这一对是从缅甸过来的。那当他们在讲他们的经历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一丝一毫的那种激动，反而是很平静的，说自己怎么样在垃圾桶、在水沟，怎么样去翻滚，怎么样吸毒，怎么样死亡，然后又被救起来。他讲得非常非常平，尤其右边这个小小穿黑色衣服的这个小男生，他的脸上就是很平静。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在这边的生活好吗？”他淡淡的看着我，他说：“老师，我这辈子没有这么平安过。”因为虽然神学院的环境很好，但是其实他们的住宿跟吃的条件并不好，都是很普通，甚至只是吃饱而已。他们睡觉也最多只是吹风扇，洗澡只是冷水，就这样而已。但是他脸上露出那种平安的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就是那么的平静哈。那蓝色衣服这个是他的大哥，但是不是真正的大哥，而是他们在江湖上面的时候，社会上面就是一个大哥跟一个小弟，然后他们到最后就是被救到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在缅甸开中心的那个校长的那个学校，然后他们在那里成长之后，有从缅北一直走了1000多公里的路，走到台北，是偷渡进来的。那他当地的偷渡状况是很正常的，因为就同一座山嘛，他们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他说他很平安。然后这个是他们去宣教的一个状况哈。左边黑色衣服是他们神学院的院长，那坐在车子里面这一群又像人又像货物的都是神学生，他们必须每个人要准备3600块，才有办法到外面去宣教。那大家会觉得很奇怪，3600块不是很简单吗？其实以当地的神学生，他们到教会去实习的时候，他们1个月的薪水大概是在800块到1500块。那就看各教会的状况。那他们愿意去存这笔钱，只是为了他们要去宣教。那他们宣教不是好玩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为主做工的一个机会。那大家看到这里有没有想到，刚刚我要讲这4个机构的时候提的那个问题，祷告了20-30年，是什么支撑他们过来的？就像刚刘院长讲的5饼2鱼的故事一样，如果你坐了比较靠近耶稣，你看得到耶稣正在分饼。但是如果你是坐在那个5000人、6000人的最外围，你看不到你只知道前面一直动一直动那当我们拿到这个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自己收起来？我们自己要先吃嘛。
然后有的人会说，那我家里面的人也要吃嘛，所以又会收更多嘛。那当你发觉源源不绝的时候，你会开始分享。那开始一直分享，一直分享，一直分享。其实他们这20-30年来怎么过的？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世界各国的宣教机构，还有他们泰国当地，还有缅甸当地的机构，一点一滴的在支撑他们。不是从天上就降下一大笔钱，哇，全部给你够，没有。因为耶稣教我们分享，5饼2鱼的奇迹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富强教会做了什么？在8月4号那时候，我刚从泰国回来，我在西道小组分享，大家可以看到当时候分享的情况。我们很喜欢笑的西道组长，他那一天都没有笑。然后那个魏鹏区长，他那天也很严肃的问了我一些问题。那我也随随便便跟他们讲一讲，但是他们却很在意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西道小组开始了认养5个小孩的行动。我们没有设定任何的目标，我们只是从一个最基本的，你觉得你一个月，你想来帮助这个孩子多少钱？这样就好了，100块、200块、300块、400块，就这样。我们只是在做一个5饼2鱼的活动而已。然后，这是其中2个孩子，一个是4岁，一个6岁。好，那很奇妙的一件事，在今年的1月19号，李伟区长他邀请我到基甸牧区去报告，这个是当天报告的情况。那这个活动大家大概不晓得在干什么，因为他们正在体验，如何从高雄走到台中，然后已经饿了1个月用走的，这个是他们当时候的一个活动哈。那他们在体验这种类似饥饿30的活动，那去想尽各种办法，怎么样让自己活下去啊？这是当时候的这样。就这个活动过后没多久，很奇妙的。激励小组他愿意在下个月吧，5月31到6月9号要到台北组成一个访宣小队。那这个小队到底有多小呢？好，我们富强教会派出去的访宣小队有多小？来，这里有图为证，这么小。那因为这么小，在台北地区的小孩来讲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又推出了一个，还有这么小的，在西乃者楼我们要把它带出去。好，那当天这是他们的练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弟兄很期盼的，希望这2个姐妹在争执谁要为他理头发的。好，那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我是有点忘记了，因为年纪大了嘛。那这里可以看到，一位姐妹很舒服的坐在椅子上面，因为我们这次去，除了要教她们理头发，还要教她们一些护理上面的，还有一些，我们是要教她一些技术性的，因为这些孩子，他如果不练神学，他也要自己能够活下去啊，所以我们会教他们一些技能课。那至于我们的教导的成果到底好不好，其实是有图为证的。你看。这么小的小孩都可以开始编头发了，所以说我们的教导我觉得是非常的成功的哈。最后用这句话跟大家分享，愿大家都可以成为别人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好，谢谢大家。